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晚上好，欢迎来到爱健康云端事业说明会专场课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世婷，现在坐标在中国云浮。我是一名10几年的美业人，如今爱健康95后创业教练，很开心在清晨的全球的家人们相聚在线上，一同研究探讨行业的趋势，布局长久的事业。那也非常的荣幸哈，今天能够担任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盛华老师事业说明会的主持人，也有请盛华老师和线上的伙伴打声招呼。好的，线上的伙伴们，爱健康的家人们，晚上好，早上好，中午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共同学习的主题是跨境轻创业财路大揭秘。本节课将围绕着市场行情、拆解趋势、轻创业的资产模型搭建、管道被动收益的打法、适合赛道、人群以及创业避坑的重要指南。那教你如何选择公司、选择项目，手把手的带大家看懂跨境电商大健康的风口，依托平台布局全球生意，挖掘长久稳健管道收入。那今天呢，我们也同样也邀请到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重量级的大咖嘉宾来分享哈。那他是我们香港国际物流公司合伙人，深耕跨境领域30多年，经营着500-600号员工的一位企业家。他用企业家的宏观的思维哈，来去拆解，拿出30多年的跨境实战经验来评估这份项目，同时也是爱健康2星大将、国际顾问。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鲜花，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隆重登场，把麦交给您。谢谢我们漂亮的主持人世婷真的很感恩，真的让他成为我的主持人。跟他也合作了很多次，但是每次都见到他的进步，真的很感恩哈。那先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先到后台休息一下哈。那现在的时间就是我的了哈。那首先今天很感恩系统还有巴里爱大学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哈。我叫黄兴华，坐标香港哈。我先在这里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不是香港人，我是福建厦门人。3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去到香港这个地方哈。我很感恩香港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香港这个地方给到我很多的机会在线上面现在哇，我看到也很多的家人们跟朋友们来到这里哈，有500多人，差不多600人哈。那大家也知道，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香港都是遍地黄金的哈。那哪个时代，我在哪个时刻来到香港，我也很感恩。19岁的时候，我打了1年工，没有再打工，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原来打工跟做生意是2回事哈。那所以我在19岁打了1年工之后，我就自己决定我要做一个生意人，然后我就用了1年半的时间，开了一家电子贸易公司。用我一个很幸运的方法，就是跟着我的老板做，然后赚了我第一桶金就是在哪时刻我看到了原来做生意是可以突破一个平凡人的一个生命的哈。然后我在这30多年里面，我在香港就没有再打过工，都是在做生意。那这30多年前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你只是做一个生意人也不够的，原来你要学懂怎么用钱赚钱，要建立你的资产，建立一个管道的收入。所以在这35年，我也不断的去建立我的资产，我的房地产，还有我其他的公司哈。在30年前，我也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哈，现在在香港也有做，有600多个员工。那6年前我遇到了爱健康，我就发现原来它也是一个平凡人可以建立资产的一个机会。那我就在6年前，我就全力以赴的在爱健康，我去做这个生意，真的很感恩。
6年后，我现在在爱健康每个月的收入已经超越了我传统行业我的物流公司每个月收入的7倍。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真正的管道收入。原来做一个平凡人，在这个很卷的年代，大家也看到现在这个年代很卷，不只是香港，在内地也是很卷的，很多人都找不到机会，但是就是用爱健康这个机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平凡人都在这里拿到了我们一生难得拿到的机会。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跨时代的创业的一个机会。那我现在先分享我的 PPT。OK， 谢谢主持人。那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就是爱健康的创业的一个项目的机会从6年前我去到了爱健康，我遇到了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发现了原来我们人生里面全球现在都在拿着3个我们要拿到的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在追求什么？健康、财富跟灵魂拼性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个过程，当我6年前遇到爱健康，我就发现原来这个机会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达到了身体健康、财富自由、灵魂清新的这个机会那从之前分享之前，我就先跟大家讲一讲，其实在我19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看透了原来人生里面有4类人4类不同的人是什么的人？就是第一类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打工仔，在19岁的时候，我就是跟着一个电子贸易公司开厂的一个老板去打工。那哪一世我是他的员工，我永远都是帮他打工，我永远都是占一个主动的收入。好的，当我觉得我自己很棒的时候，我升级我成为一个销售经理的时候，我发现我也不是一个很棒的人，我也是帮他打工。所以我看到了我要成为一个老板，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跟他学了1年怎么去开一家电子贸易公司的时候，我就从 E 跟 S 的象限去到 B 象限，我成为一个老板，成为一个企业家。我会发现原来当我成为一个企业家的时候，我的人生就有区别。我不只是用我自己的时间去赚钱，我还更改别人的时间去赚钱。因为当时我在想，我的老板他愿意在哪个年代一个月给我3万块一个月，他当然不只是赚3万块，当年他的员工有50多人，他就是用我们50多人的时间去帮他赚钱。所以如果我在想我成为他的时候，我也可以更改别人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就跟他学了1年怎么去做一家电子贸易公司的老板，然后我就自己去开了一家电子贸易公司，成为自己的老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只是成为一个老板，我也没有得到一个时间自由我要学到怎么用钱去赚钱，用时间，用别人的时间，用这个世界的时间，还有用这个金钱，才可以让我得到财富自由。所以在我25岁的时候，我建了我的资产，让我去删我的钱，让我可以去到一个爱象限的一个领域里面那其实在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我们都面临着什么3个问题：健康的问题、健康的危机，还有财富的危机，还有就记忆的危机。其实全球现在都在老化好多年轻人都不生孩子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疫情之后，很多人都失去了健康，他们也发现健康其实非常的重要。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从后疫情年代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些经济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的好。而再加上 AI 年代的来临，未来也会有 AI 的机器人，
其实我们在找工作，我们在找一些发展的机会，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这个趋势点里面，我们也有不同的趋势我们可以把握的。我时常都跟我的朋友说，其实在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抓住机会。那怎么去抓住呢？怎么去找到一个新的商机呢？那其实你去留意现在有什么人是需求点是最高的，有哪群人他们都是在一场的一些花费里面花费的最多的，还有他们的消费习惯里面，你可以抓住一个机会，你就会找到很多很多的商机。好像现在带健康的产业，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年人，他们都需要消费，还有什么现在的消费模式都是用跨境电商的模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身边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已经不习惯在线下买东西了，他们都习惯在什么？他们都习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网上买东西。那你就会发现，哇塞，原来你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很多电商平台都有入口的时候，原来趋势已经不一样。互联网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从以前我们都是用互联网去做一个联系，现在用互联网去消费，到这个年代我们是用互联网去沟通，去到每一个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风口已经改变了。所以从这几个点你会发现，其实从危机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机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了，在危机点的里面，在2026年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都预测了 AI 年代会取代了很多很多人的工作，但是有很多顺势，很多趋势是不变的。什么不变呢？就是流量，就是哪个人员之间的温度，还有哪个顺任是不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互联网我们去拿到一个机会。是什么的机会呢？是一个平凡人可以拿到的一个赛道，一个机会，就是什么？一个带健康的产业，一个跨境电商的模式，还有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轻资产创业的一个机会。你最后是用系统帮你去仓库。为什么我这样讲？现在是个消费的年代，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消费者只是在这个年代出来了，因为我们的顺势差已经很低了。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用互联网，我们就可以去到全球，我们可以24小时的什么去在互联网拿到我们要拿到的讯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你知道了，我要拿到的一个讯息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在这个消费者的年代，我们是可以用消费者分享的一个模式去创富的。你在这个跨年代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顺势里面，我们打破了什么？我们打破了顺势差，我们打破了时间点，我们打破了全球化。就是我们用一个网线，我们就可以去到全球不同的地方。你重点是什么？我们还可以24小时。当你发现了这个互联网已经去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以我们在网络里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不同的资讯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很平等的拿到了他要拿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了哪个顺势差，没有了哪个可以让有些人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些资讯的时候，我们平凡人就可以拿到很多的机会。以过程里面，当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拿到一个系统的机会，让系统帮我们在这里创富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成功。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先用健康做一个概念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未来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其实我对数字是很敏感的，在2025年之后，深圳人口已经减小了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口也减小了，但是老龄化的年代已经出现了，60岁的人
在2035年会超过4个亿，这是个很大的市场。他们这全人都需要健康，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年纪大了，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需要是什么？他们需要是让他们可以健康。以全球，也有很多人因为一些身体的问题，他们需要健康，他们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病，他们也需要一些健康的一个规划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未来在健康的管理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健康是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赛道，第二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可以让我们把健康分享出去的一个平台，以这个网络营销的平台就可以让我们在这里拿到了什么？拿到了一个机会，让一个平凡人也可以更改健康，以把这个机会分享出去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懂得选择平台哈。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怎么去选择？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业，里面有产品、有公司、有制度，还有系统的。以这个公司要可靠的，也有全球性的。以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灵魂，它的产品一定要是顶尖的，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抓住一个新机，是一家创新的一家公司，以这个制度是可以人形化的，让每个人赚到来都可以很容易的赚到钱。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个系统，也有一个团队让我们去成功。所以今天我会用4个点去让大家去分享怎么去找到一个我们要找到的一个机会，从公司，从一个产品，从一个创业的计划，还有一个系统的团队，我去跟大家分享哈。第一，我要去讲的就是公司哈，其实爱健康是一家什么的公司？它是一家创新科技公司，也是一家电子相貌的一个公司。它是一个跨年代去到全球核心的一个公司。那我们爱健康的英文名字叫 iHealth 啊，它是一个多平台、多品牌的全球一张网的一家公司哈。它从公司开始哈，它就有自己的一个研发的机构，还有自己的厂房啊，它会有自己的一个学校，然后未来会用教育这个行销来做一个开始。因为其实做生意也好，做其他事情也好，其实教育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7月29号全球营运的，现在已经去到全球50多个国家哈。我们的总部在美国的洛杉矶，所以刚刚7月29号就是迎接我们公司开始的6周年哈。我们有一家自己的4支 MB 的药厂哈，也有一个国际的团队，还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机构来营运我们的一家公司。我们的视野是国际，我们也对着中国市场，我们会抱很大的一个希望哈。我们的愿景跟使命是怎么样？就是让每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生命，还有也可以得到一个富足的生活，还有得到一个灵魂庆幸的机会。我们要解决全球所有人的问题，让大家可以在这里拿到他有拿到的东西，还有梦想啊！我们至少帮助500万个家庭实现什么？身体健康、财富自由、灵魂庆幸啊！我们公司有3个5年的计划。第一个5年，其实我们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连接全球的消费流量哈。我们在全球要建立市场，打造一个药业的基地哈，然后创造一个全球的品牌。第二个5年，我们因为有了流量之后，我们的品牌也建立了之后，我们再要打造一个带模式的消费向的亚马逊的模式，做一个跨境电商平台的模式，然后在这里打造一个
巴美爱的国际大学，用教育去教育全球的人，让他们在这里学到了怎么去做一个网络营销，怎么去在这里建立一个流量，然后让全球的人都在这里得到健康、财富跟灵魂清醒。然后在第3个5年，我们会建立我们全球的香港基地，让每个人在老的时候在这里也拿到一个机会啊，可以安老。以我们全球现在在加拿大、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都有我们的公司哈。那现在在爱健康加拿大的分公司在9月5号会开张哈，现在已经在加拿大哈，还有我们香港的分公司在中港城的啊，之前我都说了哈，礼拜2就会在香港的公司有我的事业说明会啊，然后在台湾也有我们的分公司，以我们的总公司就是在美国。那另外我们刚刚在洛杉矶，我们也建立了我们的4GMP 的药厂啊，用2个亿的美金在美国，要我们自己爱健康的一个药厂。那另外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我们的周年庆，那今年我们的周年庆会去到了我们的温哥华的加拿大的我们的分公司，在9月5号开始。好，我们的总公司哈，我们是要用企业精神、无人精神还有共建精神，让我们在这里建立我们的一家跨境电商的模式的一家公司。啊，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消费者至上，以我们的经销商为他们的利益，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帮他们实现健康、财富，还有什么？还有心灵自由啊！我们会从 MMM 作为一个爆品开始去做一个引流，把这个高科技去到世界每一个国家，以我们是一家创投基金去营运开始的。我们要做到什么？做到这4个板块也可以去到每个地方，就是用医学、用基本代学还有夯养，让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可以拿到一个结果，在这里可以用一个平凡人来这里可以得到一个机会哈。那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刚刚讲的公司哈，那我们的产品其实每一家跨境电商都有一个爆款的产品去做一个引流。那我们最初也是用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来做一个引流啊。那我们的产品首先会从一个健康的风险管理开始，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慢性病的管理开始啊，也有我们的指环去检查我们的身体。那究竟我们未来我们爱健康之前最初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的来做一个引流呢？其实我们是用 MMM 做一个引流。那其实 MMM 是什么呢？ MMM 就是 NAD 加的前体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身体都会有 NAD 加，在我们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 NAD 加，但是从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 NAD 加的水平就会减低。那我们要怎么补充我们的 NAD 加呢？其实我们就要用害怕衰老 NMN 这个物质，就是 NAD 加的前提去提升我们的 NAD 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恢复年轻。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哈，大卫博士 David Sinclair 他就发现原来 NMM 是可以，只要你吃了 MMM 就可以让你增加你体内的这个 NAD 加的时候，要让你可以恢复年轻。他就是趁机去服用 NMM 的时候，在3个月之后，他的身体就年轻了15岁。从哪一刻开始，他就哪个研究报告就惊呆了全球，让很多人都开始发现了 MMM 原来就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回复到年轻的年代。
就是这样可以激活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失调强白蛋白基因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有很多的病，有很多的身体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 MMM 是带来了人类生命的一个改变哈，它可以让我们提高我们睡眠的质素，可以改善糖尿病人的糖尿的指数，还有可以让我们衰老的情况得到改善，可以让我们回到年轻的时代。所以 MMM 当出现的时候，它的影响力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不只是医学界，不只是科学界，还有投资，还有股票市场，还有其他的地方。因为 MMM 的出现，也影响了很多人，有很多有钱的富豪也因为了 MMM 得到了身体的改善之外，他也用 MMM 去投资很多的领域。所以最初我们的爱健康就是用 MMM 做一个引流，做一个爆款的引流。而现在在发达的国家，美国、日本也已经证实了 MMM 是可以什么？是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功能，可以改善我们很多很多的疾病的问题。那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全球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国家都在讲这个东西啊，包括我们的在美国的一个 PDR 的美国医生用药指南的网站里面也讲到了 MMM 是可以改善很多很多病人的问题。而我们的 MMM 在这6年里面已经拿到了17个国际的认证，而在我们的评审里面已经可以讲到保证可以什么，可以改善我们6个功效的功能，支持长寿啊，支持这个免疫系统，还有促进这个能量的生产，还有什么，还有促进这个新陈代谢，我们肾脏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应激能力。这不是我讲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PDR 美国医生用药指南我们都标注了这6个功效哈。那什么是美国用药指南呢？其实这就是在美国一个医生他们要处方一些保健品，比方处方一些药品的时候，他就要参考这个指南。那现在这个指南基本上我在1个礼拜前看到了有9款的 MMM 在这个指南里面。那有些朋友问我，那有9款的 MMM 为什么要选择你们？其实我很简单说了，我们在这个指南里面我们有3个E，那你可以自己选择。我们第一个E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第一款进到这个指南的 MMM 就是意思是什么？有9款的 MMM， 那我们是第一款进到这个指南的还有我们第2个E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唯一在这个指南里面可以标注了6个功效的在这个指南里面就是保证这6个功效，我们是可以告诉你是可以的，是有这6个功效的那其余8个我没有看到第3个E是什么？就是在亚洲区在香港，在内地，你只要唯一买到我们的 MMM， 因为我们是用一个跨境电商的方法，你才可以买到我们的 MMM。 还有我们在每个检查里面我们都有检查到我们的权威检查都检查到我们 MMM 的里面的一些分量，还有一些功效那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有些检查机构他检查我们实质是12000 mg， 但是实质我们有13000多。那我们独一无二的 MMM 咖啡，我们标注是50 mg， 但是我们实质有 155.8 mg 含量，我们是给我们的标注 mg 再高了很多很多的含量的。还有你看到了，其实我们的价格，我们的性价比也是在 MMM 里面最高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你会看到我们的 MMM 已经是全球最顶尖的 MMM 之一哈。所以在这个产品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 MMM 的产品是独一无二的，我们 MMM 的咖啡，我们 MMM 的两款的泡腾品，还有我们的 MMM 的加芭蕾柔顺的复方。那未来我们也会有我们MMM 的加 AKG 加 PQQ 的一些产品也出来哈。那我们都讲我们是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我们不只是一个品牌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品牌哈。第一个品牌是爱健康品牌，主要是 MMM 的产品哈。第二个就是爱生命的品牌，那这个爱生命的品牌我们是跟美国的希望之城我们合作哈，就研发了现在有7款的爱生命的产品。那这个爱生命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我们每一个慢性病的一些身体的一个功效的一个产品，它可以有我们的for 肾脏的 for 肺的，还有其他的免疫力的，还有我们的可以吞噬我们癌细胞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胶原蛋白补充，这就是让我们未来在健康这个领域我们是可以拿到一个结果哈。那第3个品牌就是我们的集团哈。为什么我们会有我们的集团？其实很简单，当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检查的一个工具啊。你公司就很聪明，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你不能时常去到医生那边去检查嘛。那让我们有一个集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时无刻的在24小时检查了我们身体的状况哈。以这个集团，你只要买了我们的集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一个 APP 不收费的24小时在你的手机里面去检查你的身体的128个身体的状况。以这个过程里面，它会把你的数据，把你的流量放到了自己，让你在每一天，让你在每1分钟都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的去让自己在未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爱健康的产品的竞争力就是让你有能力在你还没有问题的时候发现你的问题。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每个人不是去到医院里面才发现自己的问题，你在你还没到医院的门口的时候，我们就把你阻止了去到医院的门口，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用一个健康的概念赚到了一个消费的渠道，让你可以也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个消费商，一个经营者，一个企业家的角色。在这里你可以拥有全球的一个经营权，你不只是一个消费者，可能你在其他的跨境电商你是一个消费者，但是今天你来到爱健康，你成为爱健康的会员，你不只是一个消费者，公司也免费给到你一个可以在这里跟公司合作的一个机会。就是我现在要跟你分享的一个创业的计划。这是一个什么的创业的计划呢？其实我在最初我在讲，你今天是一个打工仔，你今天是一个专业的人士，但是也没有用啊，因为你都是用你自己的时间去赚钱，你不能干盖其他人的时间。但是今天你来到爱健康的时候，你就会用一个最低的成本，基本上我说是没有成本，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企业家，成为一个可以拥有资产机会的一个人。你在这里你拥有一个经营权，去到全球83亿人都是你的客户。其实财富自由很简单，财富自由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收入来源来做你的财富的一个机会哈。之前我们的公司的总裁开播班总裁已经讲了，我们可以有五个
最基本让普通人在这里拿到一个财富，拿到一个被动收入的机会啊。我们可以有些人拿退休金哈，但是你知道退休金你要做20年、30年你才可以拿到哈。还有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退休金都没有了。那还有就是你的固定资产，你的房地产你可以拿来出租啊。但是现在的房地产好不好，大家也知道哈。还有你的现金啊，你可以买股票来收这个股息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风险啊。你也可以什么，就是你的生意、你的版权，你也可以做到一个资产啊，可以让你有个被动的收入。但是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那最后就是你的人文资产，其实人文资产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的。那你知道的一个道理就是，今天爱健康就是让你可以用你的人文资产，让你的人文资产去做一个分享。分享是不是分享产品？不是分享产品，是分享一个消费的机会，一个消费的模式，然后从这里去预支你的收入的时候，当你的收入高过你的被动收入高过你的生活的支出，你就财富自由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为什么现在的人觉得赚钱难，其实因为在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善意的，有每个年代的赚钱的方法哈。在以前的年代，我们都是用赚差价，我们去卖产品，然后去卖一个品牌、一个广告，然后到电商、微商的一个赚钱的方法。然后互联网来了，我们有短视频，我们就做一个网红，然后什么，然后做一个流量啊。但是到今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可以用我们的人脉圈，用我们的服务去赚钱，因为每个人身边都可以认识到人啊。有些人觉得我朋友很小，但是其实你身边的陌生人都可以成为你一个赚钱的机会，看你怎么去运用你身边的一些资源。在以前的模式是什么？好像我在最初做商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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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是啊，我们要找一些供应商，找一些人。但是今天已经不同了，今天是消费者为王的一个概念了。我们可以直接就找到一个供应商，如果这个供应商愿意跟你合作的话，愿意跟你灌溉全球的消费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平凡人颠覆了这个传统行业的机会。你今天爱健康就是这个模式，它就是可以让你从分享经济开始哈，从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去到全球。今天你只是每个月做一个消费者150块美金，你就可以跟爱健康合作，成为一个跨境电商的模式。然后什么？然后有一张码、一张网，产品、制度，还有公司，还有系统不用理你，你就是做一个分享，把人连接到爱健康这个电商平台，让他自己消费，你只是做一个连接，只是做一个介绍。然后他在爱健康的消费跟你有关，你就会打造到一个什么，一个裂变，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管道，还有一个跨境流量的一个机会。以前我们要做一个网红才可以增加流量，今天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网红，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分享的一个有能力的人，把这个分享这个消费的机会分享出去，你就可以成功。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打造到一个管道的固定的收入，从一个轻资产每个月只是150块美金，不到900块的人民币，你过程里面你就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健康之余，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电商的消费商。你在这个过程里，你想一想，你只是一年消费不到2万块，你就可以抓住一个机会，连接身边的人，不是你买东西给他，是你创造一个流量，让他自己在我们爱健康这个电商平台自己买东西的时候，这个电商的思维
其实现在每个人都有，他们都在淘宝、京东、亚马逊都有户口的时候，他们在爱健康这个电商平台开一个户口不难，你重点是不是你介绍他进来，只要是你介绍他进来，当他进到来成为会员，他消费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关系，你就有一个收益。当他在分享其他人来到爱健康这个电商平台消费的时候，他这个消费都跟你有关，就会做到一个带流量的一个过程，也会做到一个带复购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想象一下，我们每个月都会在网上买东西啊，你不用想，你不用叫他都会自动会去买啊，因为这是个刚需的刚需的产品啊。你这个过程里面，你就可以在这里拿到一个带复购的一个机会。以我们这个创新的商业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什么？我们不用冲品级，不用囤货，因为我们不用买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用什么，我们也不用去囤很多产品，因为我们没有产品去卖，但是我们就可以让引流一群人来到我们的平台，他自己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拿到一个收益哈。我们也在这里可以拿到一个单边的广告收益，就是我们不用推荐很多人，只是推荐了一个人，还是推荐了2个人，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成功。以纯粹只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消费者，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拿到一个收益。我们在这里没有地区的影响，一个户口可以做到全球，我们也没有这个限制我们的积分，我们的收益是没有封顶的。好，我在这里也可以拿到什么？拿到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机会。那什么是真正的管道收益呢？其实在收益里面我们有2款，一款是增量的收益，一款是全量的收益。如果你只是做一个增量的收益，没有全量的收益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个不是管道收益？你要不断的增加你的流量，要不断的去找人，不断的去分享，你才可以成功的时候，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管道收益。以今天爱健康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当你增量了，你增加了一个人，他永远你都锁定了他未来引流进来的人都跟你有关，他们在引流进来的人都跟你有关的时候，永远锁定，那你就可以做到一个全量的一个收益。这个全量的收益不只是因为你可以锁定了一个人，因为在这里有一个系统，有一个奖金。有一个人性化的奖金制度，就让你可以固定的在这里拿到一个全量的一个收益。所以在1年的时间里面，你就可以翻转人生。其实做生意是很简单的，利润怎么来的？利润就是本金、时间、盈利跟风险的结构而来的哈。只要你要成功，只要你的本金、你的时间、你的人力、风险调得好，你的利润就会来。那我们其实在爱健康的成本，1年的成本是多少？4000美金。好，到第2年只是1800块美金。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我们有在系统里面有很多人都可以帮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风险是没有的，因为你不用投资很多钱，你每个月不用去拿很多钱去做一个投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就可以有很多人帮到你在这里成功。我们就是用1年的时间在这里可以拿到一个你不一样的结果。你只要连接到100个流量，这100个流量不是你自己找回来的，可能你找了100个人，他也帮你一起找到100个流量，你就已经可以养家糊口。你找了300个流量，你就可以有个小康生活。500个流量，其实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想象一下，今天为什么你觉得100个流量很多，其实不多？你想象一下，今天每一家的电商平台，淘宝、京东、亚马逊，他们都超过5个亿的会员，全球5个亿啊！
每天的流量6000万到1个亿的流量啊，每一家。那你想象未来爱健康就是淘宝，就是京东，就是亚马逊的话，他们未来也要会有1亿个会员，10亿个会员。那你只是在这1亿个会员里面兼具100个流量、300个流量，其实不难，看你愿不愿意去分享罢了。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很重要的，除了有一个公司一个奖金制度，还有产品之外，我们也重点是有一个系统帮我们去做就可以了。因为有很多朋友都问我，新华老师，为什么我跟你一样都是做一个生意，为什么我不能成功？为什么你会做到那么成功？我就告诉你，因为你不会做啊，因为你没有学习啊，你没有跟着一些棒的人，他教你怎么做啊。其实我们一些平凡人，我们懂得我们懂得什么？我们懂得跟着一群成功的人的背后，我们都会成功。你今天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家大学帮我们怎么去在这里成功。其实教学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可以让你学的一个流程，一个工具，你就可以成功。你今天我们就有一家 Herbert General Herbert General University 的一家大学，在美国的是我们的赫布巴总裁他建了的，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了怎么用智能化的教育系统在这里可以成功。他教会我们怎么去做这个生意，怎么会做一个成功的人，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在这里培养我们的信仰传播一个长寿的一个概念，还有在线上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跟全球的不同的爱健康的这样连接，可以服务我们应该服务的一群需要的人。以这个团队里面，除了学校之外，我们也有什么？我们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成功。我们用我们的团队文化，用生命影响生命，美好吸引美好，成功带动成功的一个概念，去帮更多的人，让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一个顶层的设计，让每个人在这里都拿到了不同的过程，用时间。其实我们要成功都要有一个目标，以这个目标就是让我们在时间里面得到了一个我们要得到的结果用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方法，让我们在这里成功。所以在我们的8米爱的大学里面，我们就是用互联网的模式，我们做到哪个空间、时间、运营、投资，我们的负担还有我们的申请、我们的周期都是很轻松的。每个人在这里只是在家也可以成功。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线上就可以有不同的课程，今天早上7点钟有我们的课程，今天9点钟有我们的事业训练会，就是帮大家在互联网里面用 AI 的概念去在这里成功。在家里面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学到要学到的东西，还有在这里成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不成功、没有不成长的人，也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情。我们在爱健康就是一个小白，一个普通人，只要愿意学，愿意在这里去分享，我们在这里都可以拿到成功。我们不是单纯的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善意，我们是一个有温暖的大家庭，在这里我们拿到成功。用一个互联网，用一个跨境电商的概念，在这里让每个人都可以成功。为什么？因为这个年代已经改变了这个年代给我们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多，我们不是没有的选择，我们普通人都可以选择。我们普通人在这个竞争的行中，我们都可以拿到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力量。爱健康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成功，因为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奖金制度还有我们的系统都是什么？都是刚需，都是一个趋势。我们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让我们连接一个网络，让我们去到全世界。你想象一下，全球83亿人
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客户，成为你爱健康的家人。你今天只是动一动一个手指，只是讲一句话，只是发一个早上好、晚安给一个朋友，你在这里都可以成功。你只是给你的朋友点一个赞，你在这里也可以拿到一个机会。你今天爱健康是可以帮到你，在这个时代的趋势，在这个人口结构的概念里面，还有我们创新科技用 MMM 用其他没有天花板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的药厂，我们每个全球每个地方的分公司，未来我们的分公司会越来越多。还有我们全球的金流的一个应用，还有我们的 APP， 未来也会有我们爱健康的 APP， 还有我们的澳门仓，我们用跨点电商的模式去到全球，让每个人都可以用跨点电商的方法在爱健康买到他要买到的东西，然后最后用一个平台的制度，让每个人只要跟爱健康合作，都可以在这里成功。所以今天能够在网上遇到大家，我真的好开心。我真的希望在这个互联网的年代，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平凡人，我们是可以24小时去到全球不同的地方，用1分钟，我们就可以环游这个世界。在环游这个世界的里面，你想不想让你也带回来的时候，有一些财富，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让你得到了一个不要为恨的一个回忆。那今天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今天分享非常好的时候，你就在联系你邀请你来听这个线上社区明会的人，让你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机可以拿到一个新的机会哈。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将时间交给姐。哇，听完盛华老师事业说明会啊，让我醍醐灌顶，把爱健康4P 展现的淋漓尽致，丰满而饱满。那借用大家的鲜花和掌声，5201314送给我们的盛华老师，辛苦啦！现在有很多人都普遍面临的健康、收入、职场3重压力，那上班薪资也是固定化哈。那实体生意也非常难做，又在 AI 时代下的冲击，很多岗位啊都是面临着失业，那这也是越来越多人寻找这个副业的原因。选择一家公司哈，那透过盛华老师他的用宏观企业家的思维来做拆解，那一定要拥有长期主义的，那同时还需要有实力的。那做爱健康不单只是用自身产品来去做调理身体。那更多的是把日常的消费、日常的健康变成一份事业，更是能够透过一部手机、一根网线、跨境模式打开外地甚至海外市场，不受身边人的局限、人脉局限。那赛道的起点呢，公平，无关这个，不看你的起点，不看你的阅历，更不看你的学历有多高，那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做逆袭。最重要的是，可以呢，我们有透过一个8米爱的系统来到这里抱团发展，不用再自己的去摸索碰壁，选择赛道更应该要顺应我们长寿的趋势。同时呢，公司深耕多年，根基要稳，面向全球布局，多款的硬核健康产品来托底。现在呢，我们爱健康是正式处于一个爆发期，也是在红利期。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场盛华老师没有虚头巴脑的话术，实实在在的来去拆解爱健康平台。听完之后呢，我们不再去盲目的焦虑和内耗，一边体验产品，打理自身的健康，跟着系统学习，引流拓客，稳步的搭建属于自己的长期被动收入，也带动身边所有的伙伴也要想转型的伙伴家人，给到他们一个稳稳的一个事业，靠谱的事业再一次呢，感谢我们盛华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事业说明会的精彩讲解，同时也非常感恩在线现在还有主会场800多位的家人们还在线聆听。那今天的事业说明会我们就到此结束，非常感恩大家的